很厉害的料理哦。等一下哦，那个用吧。蒜头的皮哈，用蒜头一起切。但是我切比较好。有吗？听的，不过我常常看到这个大小姐电视上，今天哦，体质白看到哈，本人本性哈就马该发哈，她本人比电视上还漂亮还年轻。他的一个第二意思系电视上冻结哦。是。我都问伊咯，该哆啦 A 梦黑马甲色嘞？绿色、白色。哆啦 A 梦是绿色的。确定？红色。红色。怎么看？为什么？没有人笑哎。各位电视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！還有手機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！大家好，我要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，我係鍾白強。今日呢，你來到新竹嘅薑林也豆味嘅，唔過呢，你節目播出過後呢，太子家真嘅係非常好看嘅呢個節目啦。哎呦，電話全被打爆了呢！真的，你知道為什麼嗎？怎麼解？因為人家講呀，吃飯逢題材講到這兩件事情，大家大部分呢都有廿個。B 咩都地圖沒有幾有傳承嘅樸素，故說呢，你嘅料理節目啊，最希望講到一種料理嘅情感就傳下去。係啊，你一時係吼一家之主吼，這個節目會傳他嘅精神啊。冇唔錯。大白吼搶到嘅品行吼，明就有傳達客家精神的這個傳承文化的這個把手在哦。冇唔錯，今日有請到咩係你嘅好朋友，同接來到你嘅節目當中，提前呢前來分享到係秦永鳳、秦師傅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韓劇吼非常正嘅劉雪玲、劉師傅您好。你好，雪玲。今日吼第一道料理啊，聽說也不簡單哦。對，係馬上都看就好，來。七日館吼料理愛做嘛嘅咧，來看一下。哎呦，客家菜譜無人頭。用愛啲，因為呢，一般你嘅無人頭都會表一個意思誒，調絲，佢也本做係個嘅菜譜。菜譜。你出菜用誒，有嘛要注意嘅冇？要注意地方係自家餐飲台有冇？要炒半嘅入味，自家菜譜有冇？多多油嘅，最後面有冇？要稍微辣的。對，我了解。因為這個啊，其實一般我們吃到嘅無影頭，其實算是川菜啦。當然你要下呢用，因為老嘅調絲呢，幫做係呀嘅老配角，那麼就變成是川客菜了。老你 cross over 一下。如果 cross over 吼，食下冇強龍嘅味道咧哦。好，接下來呢，你就夾來分享到，薑林呀豆味誒，咩經營同咩煮菜誒。哎呦，真的，這樣我這一組等一下怎麼辦？我真的是壓力越來越大了，因為呢，太趕了比賽時間，從認真呢，素養他們很計較，所以哦，今天哦一定要好好來評一下，來拼一下的哦。唔錯。那麼首先呢，上來分享到係你風吹嘅，香港係啲薑林呀豆味10點木煮都會煮出來，要放棄迷你機，分享。分享呢啲哦，韓劇吼到強林吼，咪非常愛做菜嘅，桂香街到我們的玉蘭街來分享一啲哦。哎呦，好可愛喲！韓國啲啲係表姐妹哦，咁個感情動好哦。真嘅，呀豆味咩係表姐妹哦，從家有貼片講到，60係嘅做到薑林呀豆味，木煮10點都會做菜嘅，真嘅很強哦。你睇下表演嘛，全部木煮10點就做菜哦。你太死啦！咁唔過呢，香港呀就係好多種菜都賣啊，有種菜冇？有種啦，自家種菜，咁今日帶來嘅菜有自家種嘅冇？有自家做嘅冇？有啊，菜譜啊。你看，我問到重點。馬解。佢喺那個棉床底下，空地嘅菜譜，今日拿來呀豆味本太哎呀，放床那邊的。對不對？台灣人菜譜都會空到棉床底下。兩枚啦。空到那豆味。總定啦，乾了總定啦，係啊，乾了總定。好，中國已經咁樣喺度比賽有心情冇？好，這個我再問一次，咁樣嚟比賽有心情冇？有冇？加油哦！
哎呀，记得啊，很好拍摄啊，吼，看到爱烂嘴改片吼，哎，两个表姐妹一块啊，你都拍摄呢，爱讲吼烂嘴嘞，记得。不要这样做，人家是可爱，你是恶心。哎呦，怎么办呢？你就不要做就好，风格太迥异了。赶快访问。好了，哎，你都系表姐妹系吗？嗯。谈讲吼，你都有动物的吼，唱歌到跳舞吼，系吗？哦，以前唱係咪唱歌？我唔係，因為黑嘅我係唔係唱。哦，我係學羅裝，怎麼講學羅？哦，然後的話那個怎麼會？怕啦，跳舞唱歌沒有限定語言啊。跳舞我比較會，我每次都有去學跳舞。是跳 breaking 還是 locking？一般都有客家的啦。呢個學日本選手呢？我覺得哦，你要給主持人，一路也奇怪，人家來賓來都要特別唔滿人家做錯的事情，全部滿人家跳舞的老衝過。你以為我們是才藝表演節目嗎？吉祥啊好，哈，吉祥啊好。不過吼，假使就記住啦，等下吼做出個時間吼，誒做啲重本大家堂呀。好，今天就醒先麼？有哦。哎呦，很好台上哦。好，做對啦吼，等下呢就來進行你的體育館嘅料理比賽了。木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明星。兩嘴的寒天嘅時間地度做出自天嘅菜色，本來係亞布卡嘅較上癮，也係亞布卡嘅明星好呢。比賽會由兩嘴嘅小嘴長先開始，準備拿出亞布卡嘅好本得了，一家之主上菜嘞！有多位那個總百強呢，一定會輸給亞冠呢，我也會這樣開場。怎麼？你不是每次都是這樣開場嗎？幾家下讓我來講吼，你要係用腦嘅遊戲啊！一講到用腦，我馬上又要贏了。你馬上就會輸了。我們菊蘭姐很厲害的哦。好，謝謝。預備，哎，等一下，哎，還嗎？馬上趕快起。我們是要預備開始。谢谢，厉害！你看，哎，會搞吼，可以做什麼？昨天做嘛嘅？昨天得到1分鐘，哈哈哈哈！我哋咪會跳舞啊、唱歌啊。等一下，我們休息時間來唱歌。好，艾利亞選出來進行比賽咯。先對數位要主開始，從你那邊開始來做料理。好，計時。哎，有冇切比賽？開始。慢唱哦。數哦。給點剪標啊，好都冇標好食啊。按用牛板嘅切菜。空 QQ， 按用點冇？看一百封面，佢封牙牙。你面用佢不會癢啊咧哦。所以到上身面啊，上身沒有臉色，條圖盲切吼。唔怕，等一下就扣兩啥太極。激動袂講啦，等下款機啊哈。哦，冇問題。哦，哎呀，專業的，這個沒有拍到哈。兩位搬出來咧。差咩？等一下，來今天我示範雪玲姐教的，哦，按一下哦，等一下，3、按一下之後切對半，切我先講，雪玲姐教的要先看一下，先對半破完才看，往音走，往音走，然後你對半破才張正下去。我先給他學半套怎麼辦？喊走對了，喊走對了，你覺得走對嗎？走對。好，暫停1分鐘哈。好，前槍停1分鐘啊。好，我要去看我那邊了。好，計時開始。哦，冇問題哦，開始呀，搞不愛。偏不捏哈，壓來壓去哦。哎呦，骨折的聲音有錄到嗎？
来拢讲啊，要去当中药，我们讲呢要考验你的细心哦。你看啊，佢慢慢來啦，佢是講哦唔怕唔怕，你慢慢來，你看，佢動亂咯，動哦。佢咁樣樣講，係安用意嗎？有冇講法？佢咁樣講啊，係啊，秋生要講嘅啊，係啊。哎呦，哎，很厲害的料理哦。你點唔點？等一下哦，那個用吧哈，蒜頭的皮哈，用蒜頭一起切，創意料，厲害到，創意耶。係哦創意，我嘛創意嘅。時間到咯，好，時間到咯。好，好，好，係啊，天少天少，係啊，哎，該好。但是我切比較好。有嗎？聽你，冇，幾個可能？好，我现在开始计时，等下。啊，做的。计时开始1分鐘，差的你就坐在用餐，你聽他的周圍哦，兩個人一起做哦，計時哦，計時開始。好，開始之前哈，本大家看一下哈，你係乜計？哦，菜脯呢？哦，誒，該菜脯係做過處理係嗎？要洗過啊？你請阿婆用的呢？阿婆用的呀？自己晒，自己晒。這個要放。哦，來掉哦，就有辣醬哦，它就。对，我的愛。哎，會不會讓它口感比較甜？哎，對，嗯，不會那麼鹹。好，開始之前哈，本大家看一下哈，你係乜計？你走開，你在這裡。大家讓我講一句話，你不能超過。你要走得選嗎？你要走得選嗎？為什麼不能選呢？比較香啊！不然你自己紅蔥頭是什麼？蒜頭皮表下去，因為線上講哈，韓會很好用。真的啦，我們不是跟你開玩笑，你自己問劉師傅。好，那下次我都不要剝皮。好啊。哎呦，好啊，那你乾脆整顆一起下去好了。不行啦。所以你有冇講豬油嘅啊？先別豬油是錯嘅。哎，哦，該問豬油啦哈。有嘞，有嘞，有。豬油切個邊嘅嗎？哎。哇，厲害！你下張邊啊？兩件細你哦，因為給紅蔥頭都是較強會出火啦，所以你要做好細了喲。是。大家做加油，加油哈！我一個人做啲開始嚟，做啲。哎呦，來，貴兄姐吼，誒，呢條豆腐行，因為呢條講吼，佢冇煮過吼，附近條嘅菜呢，你就煮過嗎？有嘅啊，哦，你係按用做法嗎？哎，哦喲，豆腐它就係按用做呢。對啊，所以完全很實力展現咯。完全到這個錄影現場動作吼，都起價改播下按用。哦，這很重要哦，吼。熟練感。對，好，加油，看幾片了，繼續進行下去，加油哦！好，你係乜嘅？哦，菜脯呢？哦，誒，該菜脯係做過處理係嗎？要洗過啊？你這個阿婆用的呢？阿婆用的呀？自己晒，自己晒的。不要，你有可能用它3調味哦。因為按樣唔掂嘛，佢下嘢太熱時間嘅話，夾，哦，夾，係冇辦法按樣真嘛。因為佢家要蛋白質要嘛，佢會醃強下，醃到強，佢要蛋白質會醃強下。對，我變弄散了呀。好，我們變裝嚟推煮。係啊，你再幫忙吼，等下吼，讓有梅。等一下變太好吃會受不了哦。真的哎，所以吼，我也要換去那邊幫忙了，來。對，來一起。原來 Q 那麼久就是等這句話。對呀。小心我出過來，很好，給往上推，這個也要放。哦，來掉吼，就有辣醬哦，它就玉米呢。啊，玉米，我的愛。哎，玉米會不會讓它口感比較甜？哎，對，不會那麼鹹。而且玉米還沒已經聽我挑該罐頭的那種，一般的會沒有那個味道啊。一般呢，包熟係糯米耶，甜咩？加一甜咩？好像我們下一次應該都會吃這些時間要準備薑飯。才能夠配白飯吃，對不對？落菜冇哇，快吹呀，它就不用下去耶。哦，看起來實在是好棒哦。對啊。所以看哪個片嘞？夾，
香哦。要往那前一点。吃米头会要加胡椒粉嘛吼？而且吃米头哦，胡椒粉而已嘛，加水啊，水冇加跳豆哦。好，你第次好了。吃一下米头哦吼，胡椒粉都你也可以还要加嘛。这个可以哈，吃一下。来敢讲吼，来改片吼，就用改玉米和颜色上面也会有一点加分。可是我们走的是传统的米头啊，哎呦，传统冇加啊。哦，吃一下米头哦吼。好，来去咯，来去咯，来咯，来来来，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实验到。接下來你就隨來試試看啊，到底兩關地度哪部卡嘅面試較好食咧？第一關呢，大家已經做出來嘅，然後呢，你就放回到個夾夾來試試看啊，到底哪部卡嘅面試就會得到亞關嘅勝出哦。來，先選一個哦，了好嘞，風吹嘅哦。你要幫我咬到那個肉啊料啊，一定咬得到，因為很大塊。對。就好吃嗎？好，还是很好吃的，好吃的，好吃哦，甘甜。有咪咪耶，吃到尿哎，好吃，好吃好吃，好吃哈好吃。等一下哦，差不多我喜歡來咱水的哦。整影配色很漂亮哦。性上的動作你哦，都吃之前哦，先皮一下。对，看有没有香气出来啊？哦有款像像你有出来吗？哎，很好聽。看某個冇強人嘅米頭哦。頭哦，加玉米，因為佢加要嘛，半解，本包手就得了米頭，看。很多人凍行哦，你都要用地圖哦，用木米，哎，該口感哦脆脆，对，會有個脆脆 QQ 的。可是也是中茶班，然後是好，另外時間呢就先搶起司夫係，搶本分數。哎呦，劉師傅來半分數。哦，等一下起司夫，好講一下，講一下。起司夫老太可以啊。因為你要嘛，你要做到當好，啊唔過佢加要嘛該韭菜花要嘛，它有點上甜啊，有點上，上黑嘛該，那個生。它像点，哦，較散哦，冇臭到係冇。冇臭到，該全部嘅東西有冇係分開來嘅，唔係講match在一起。哦，match 在一起，嘿一夾胸一下。夾講下，像倆要麼因為要麼佢有用加玉米番味，啊，佢加有鹹甜，適度嘅梅頭，最主要麼係融合強下哦，就係要夾胸下。誒要夾講下，好，OK。啊，劉師傅咧，因為我係客家人的精神，我客家人冇病按倒，雜七雜八的。哎呦，呢個馬咧係雜七雜八，你話玉米粒撈嘅，哎呀玉米粒聽到都哭了那個不要，該冇病啦。好啦，對你嘛，不錯講客家人的精神仲係病，該烏頭做安尼樣強，對對做動物對嘅。，咁樣以體管來講嘅話，所以兩組就得到1分，最後嘅結果，接下來休息，係多咗段時間來搶起司夫，別你帶來乜嘅四個料理咧？總鋪素滷菜，咁樣呢，起司夫你要帶來乜嘅四個料理哪個料咧？理呢？塔香四溢，好彩頭。哎呦，會用到馬嘅料理啊我！從頭到尾只有聽得懂一個食材叫做塔香而已。哎，我聽到四億跟好彩頭沒有，是因為來對簽吼很有感覺，哦那種4億，我天哪，哇，這個料理一定要吃，為什麼？因為4億很多錢吶。冇啦，剛剛用版語講塔香要嘛，因為你係塔皮，靠過以後要嘛，你係塔香，係塔香。你要麼4億裡頭就是愛點好，你3種東西我變落地我念出來按照4億。你係當貴嘅意思啊？唔係啦，啱啱做一聲做麼？等一下，而且老太太手機下係食材一個係塔皮，跟兩個菜脯，菜脯是愛學名叫好彩頭，好彩頭是菜頭做嘅菜脯，係 OK。頭絲，你擺盤用嘅，記得，花生粉，番條麥，
定狗，然后米奶子，美乃滋，美乃滋嘿，好，哎呦这，两个水了，开始进好了。快洗快洗，哎呦，好，CV 安呢，讲讲开始油慢问题，随时而随时而问哦，做得么呢？要是放咗咧，咱系先好，冇問題吼，咱係最好嘅小幫手哦。定狗會用到地洞嗎？係地洞嗎？你切到 U 啊用。開水睇好冇？開水睇。係，做得。我加埋個 U 啊，加埋個都冇。U 手 金桔啊，U 金桔，綠綠的啦，係個少 U 咧哦。我幾多 U？一丁啊，來。你會加油嗎？你要不要加油嗎？哎，95加滿。你要加多少？加一些，加100。哦，加100。對，加100。哦，啊，你應該是7125的，所以才加100。沒有，我7250的。哎呦，加100。哎呦，還凍傷呢。講重點 ，OK？哦，這係煮出嘅節目哦。我係講什麼？我基本咧煮，給他弄亂我。對，其實唔但講係你啦，大白嘅廚師咯，應該全按用嘅係啊，係啊。真的是這樣。啊，你要菜脯嘛，要剁 U。哦，都 U 啊。全覆蓋東西的全 UU 啦。了麼？你按用什麼？不要偏離主題。那邊已經開小視窗，我們來問一下。對，問一下。你要跟別的，美玲姐有冇問題？老師啊，來分享一下。徐師傅，他說蛋撻可以用別的來代替嗎？蛋撻做得啦，風頭餅也該未做得啦。風頭餅係批啊！我現在出貨來啦。咩啦？就看嘢做，佢要啲咖啡。哎，你好厲害哦！唔怕，要先瀝油。不用唔怕。咩不用啊？有了。哎呦，加葡萄乾哦。葡萄乾。別鬧啦，哥。係啊，跟你頭毛強龍呢。叫冷靜，按用看油。沖涼嘛，愛按用炒嘛，所以該菜脯撈該挑絲嘛，較香啦。有嘛？有變多張有。他會聞到。有會批到感覺。有嘛？有皮的嗎？有啦，我用下去很香的。我覺得你要處理一下。怎麼處理？因為貴香氣從頭到兩下忙實燒過。哎，你要幫我處理一下這個有效果。去真緊。那是不是要請七師傅吼來講個笑話了？我都滿意咯。該哆啦 A 夢黑馬該色嘞。綠色、白色。哆啦 A 夢是綠色的。確定。紅色。怎麼看？為什麼？安。沒有人笑哎。那是不是要請七師傅吼來講個笑話了？對，七師傅。對，節目的效果保證哎。有啊，我都滿意咯。該哆啦 A 夢黑馬該色嘞。哆啦 A 夢。你哆啦 A 夢，支持嗎？你嘛？哆啦 A 夢有看過嗎？有。哎，有嗎？黑馬該色。什麼顏色的？綠色、白色。哆啦 A 夢是綠色的。確定。藍色、藍色跟白色啦。黑馬該顏色。紅色。怎麼看？為什麼？安。沒有人笑哎。太假了吧？學姐說的一定要笑。對。誰？學姐嗎？你那不還有誰？不是我講的。哦。重聊嗎？有啊。哎，其實台家貓煮泥豆哈，哎，剛才那個廚師，我就是一開始炒那個菜脯雞黑哈，一完全灌佛哈，剩下的餘火才來炒該調食還有蘋果。因為你剛才你的油鍋弄太熱了。我一定要告訴觀眾朋友說，對，就是因為怕太熱，所以也聽我繞台家講，因為台家貓看到啊，用餘溫死火嘞。你係美乃滋。哇！還凍好些美乃滋哎。佢貴把本身啊。哦，是嗎？其實我們來看打白，打白豆腐哈，無聊的時候打開冰箱擠啊喏。難怪人家個皮豬牛。哎呀。哎，真的，誰會生吃美乃滋啊？好怪的人哦，都奇怪。等一下，觀眾朋友報名說，哎，我妹妹從甜來咯，從甜來咯。你有冇看？很強。火蟲。哎呦，聲音哦，聲音哦。很燈啊，很強。哇！哦，所以該下掌櫃少提咯。對啊，美乃滋油啊，哇！好，安是好。每日又要用該提鐵粉。好，還有你的這個擺盤哦。哎呦，我空氣浪要看到呢。很重要的。你忘記了哦。愛啲。提鐵粉。啊，你啊，那個茴香。
哦，茴香，茴香，要茴香是的嘞。做的哎呦，哇，苹果嘛，哎嘞，两个真给黑苹，果嘛，为了冻煮你小细自节。家怀石料理到了吃上班。哦，嘿呀一，个怀石料理马上1000人起跳，对啊，哎，很像一幅画呢。嘿，好嘞，好势嘞，关心的哦。等下牛起师傅就做后 C 的哦。哦，都在那一组做的水的起师傅做也暗强的料理咧。先向起师傅来吹下要管的题目。好来咯，请问下杯一直唔係落菜布嘅料料 ？A. 改選個協鴨 B. 潤腸唔係，唔係唔係，唔係啊，唔係落菜不會嗰種劉啊。宏基先來猜拳好冇？唔會教冇剪刀石頭。見到三個不完，按凍結蛋題啊目：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。哦耶！好，我們先吃。啊，應該唔係 A 啦，嗬，佢應該唔會改山狗血吧？好 A 啦，A 嘛，A 嘛。等一下有陷阱哦，唔係哦，唔係唔哦。會啦。對嘛？嗬。等一下，以為管人家你了。是露吹布桂山狗血啊？係啊，哪一隻？唔係唔會愛改 A 善好，冇唔會唔係愛。 ？A 佢嗌動物嘅叫做 A 啊。口聽哦，口聽哦。你嗌愛唱醫生啦。係啊，你學定應該選 B 嚟哦，好應該是走在選 B 嚟啊。好，好，唱公鋪答案係乜嘅你？誒，耶！嚟啦講下嗬，落菜布有啊，該辦法下辦滷嘅東西有啊，都是為做先過皮鴨，三用音，哦，誒，好，來吃吃看那咯。哎呦那我拿給我的，好好， ，OK 做得好，來吃吃看那個膠猜哦。拳的你摸噶，好像輸啊，啊，一還有嗎？一還有先，一還有生嗎？先，一還有生哦。你幫你洗的不？你的是。一還有生嗎？一還有先，哎，等一下，怎麼轉過？他很害羞哦，跟他一起好了。是不太太款啊。是本要跟姜條坤啦哈。兄弟啊，有沒有真的念都等一下聽過？，你聽那個姐姐怎麼說？美玲姐說，切半給他們品嘗。啊，哎呦，來，美玲姐，乞卡狗，相乞卡狗親，的愛，好，乞卡狗半切，我半切，我切，好不好？翻天的，另外，你知道是另外，好吃嗎？我知道。好吃。對啊，放個感覺，講本太牙糖嘅哈。好吃。就是好吃。甜甜，蘿蔔開，那個比較娘香的嘛，蘿蔔乾炒的又香香的，太膩啊。還有蘋果那個酸味，好吃。還有那個貴這個鄉哦，皮是甜貴甜的鄉。街哈，我給你非常高的評語哦，來講一下。不會太甜，也不會膩，很不會剛好。太甜，不會膩，是嗎？是 take 好，很謝謝。黏啊。完全講出那個我們徐師傅的這個笑話水準，對啊不會太甜，不會太膩。就是剛剛好不好笑的。唔講生下來呢，較緊張了，而且正好，根本嘅最尾面關，因為嘅家第一關嘅時間兩組係平分呢，都在馬上就會得到根本嘅太中譜呢，正好最尾面關。愛係太祖譜，用嘴巴用接力嘅方式，運用客家特色食材，完成總譜實天愛做嘅菜色。啲先前唔知會出乜嘅題目嘅情況底下，用嘴咁嘅因為太緊張誒，殺亂盤盤喎，都帶馬沙張係真正嘅一家之主。而你隨來上菜了。哎呦，來到吼，來到咧最尾一關咧哦。最緊張嘅時間到咧，因為解下係熱必熱。對哎呦，等下唔知哦。等下唔知，先來看先來下。看，你看兩罐具體嘅料理係嘛嘅咧？哎呦，토마토。哎呦，哇！今日來到景點，一定要拿一個토마토嚟做料理，因為條白魚都要春威年嘅時節。
用里面特别头麦豆真嘅全台湾有名嘅，而且有其他种色咯。做嘛干啲咯？里面啊个爱上太子应该啲头麦豆呢，佢卡色上啲嘅种啥嘅奶干个，佢加个水排都较好，水质又强，故说种出来头麦豆，来让讲你看到嘅亚种色，一下都要用里面头麦豆眼底都还有母色的哦。还有强色的哦，各种色都有，所以你拿下头麦豆做料理，算是比上菜的啊。哇呀，明珠小学堂的真劲吼，堂起来哦，大家圈地吼，琼林这个头马头是最厉害哦。对，不过，该最厉害的头马头，昨天蹦出什么新料理呢？昨天蹦出什么比赛指定料理呢？指定料理嘿，头马豆炒卵，来啊老大家老两嘴讲，头马豆呢，爱先老批，用滚水烫。批出来长得切丁，卵捞头马豆分开来炒，哈讲没有烫过哦。等下比赛就是安尼，捞个米是煮出来，放一点汤，放一点调油去呛它的味道。好。马上昨天得到90秒，冇听错了哦。先来向刘师傅出题目。来，我要出题目了，看清楚哦，哈。还有记得哦。我有讲过显示叫做，你啊出强问一下，头马豆变落变相。佢話要乜嘅營養？佢話要乜嘅營養 ？A. 保酸鹼，頭麥豆係茄紅素。B. 茄紅素為唔出嚟。知道咧。你啊？你弟哈？弟啊。好，来。先来猜拳啦。猜拳。先来猜拳，你看我們已經猜拳。好，美玲姐，美玲姐。該下係馬莎來。加下，運橋撚姐好唔好？來，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，好，第一條線先來打，不一定會先出啊。我老講 give me 5呢。我們剛剛贏了，你要選嘛？該 B 呀 ，B。那就我選 B 啦。搞那我們選 A 啊 A， 要選 A？ 嘿呀，答案是噔B。佢變落變相茄紅素會減少啊，因為頭麥豆佢係室溫的東西啊，佢啲室溫長大的啊，你嘛頭麥豆佢係啲室溫長大，佢又嗰種誒比較溫暖的，你冬天的頭麥豆冇按到茄紅素。好，所以就夾來做出嚟，好唔好？來，走咯。點？好嘞，好。還有乜解？重嚟嗎？重借呀，重吧。重廚嗎？重廚啊，冇聽廚咩？冇聽廚哦，搭配嘅個頭麥豆嘅丁哦。要嘛哈？切丁啊，嘿，大丁啊，不要太小丁。所以這樣吧，太大，這樣嗎？這樣就可以了。你的頭麥豆切太，繼續切太。哦，啱講你分開來邊哦。這樣子。因為佢講老頭麥豆佢已經唔會切的，你夾一塊。老頭麥豆叫用太好。嘿，好。該佢已經唔會切的啦，冇讓人素睇咯哈。我哋來看兩片做對用飯嘅好咧。你看他的私底下見到那個 T100就不愛，T1002000摸就不愛。還好不是男人跟你這樣講。不會，不過我常常看到這個大小姐電視上。今年吼，T100看到吼，本人本身吼就馬個發吼，她本人比電視上還漂亮，還年輕。她的一個第二意思係電視上凍結哦。用了10年，加一點點鹽巴，加一點鹽巴哦，一點點，不要加那麼多。讓，哎，我跟你講呢，貴國嘅嘢，貴國嘅嘢。亂講，還要做啲嗎？好，貴國嘅啦。還有糖衣唔係糖衣哦。好，這樣可以。還有幹嘛㗎？幹嘛嘅東西？還能幹嘛㗎？副教不是哦。還有30秒，可以做埋，切下工嗎？切下工嗎？不要，水還忙啊。我們最後再來。好，準備講啦，還做啲做埋嘅東西。哦，30秒拿嚟休息，拿嚟休息。大嘴鼓好咧，大嘴鼓。係啊，個一頭麥都冇病咯，冇呢個電機滾咩？不用，因為屁股向下，屁股向下。哎呦，等一下。3、2、
哎呀，做得好，时間到，黃英黃英 stop，馬上來，慢點，哎，忙啦，還沒。哎，該表下以滾水嘅目的係嘛？該啊，撈皮啊，去皮啊，比較好剝，是不是？對，啊，冇從一條啲出攤時節，你話係用腰啦，腰落去邊，哦，沒做得，下腳，下腳係。你等下負責炒甜甜。好，來你看哪個片咯？加油！老闆你一片看你下，來，你哋知一個先聊嘛？聊嘛，要古典誰咯，喎？做得嘛？生意應該潛水就可以。生意對我少哦，吼。來讓我切的好。冇雖然緊張哦，唔是很緊張。第一擺參加料理節目哈。你看我4月下走在同哦。對，美玲姐，那一片白留嘅聊啊，又唔講我估哦，你要估哦。哦，不用客氣，不用客氣，哎，這下是好嘞吼。你看6月做我等下凍結手。好，唔怕，走在現場看下改片吼，認為我改看，哎，你們做的很多哎，有一點小緊張，哎呦，切一半哦。好，哦，切的哦。對，哦，好。來，唔怕啦，先來一看，來。哎呦，專業的哦。哎呦，聽說學豆腐還沒按用處理嘅哈，太乾淨啦，要不然按用長為強利啊。很注重哎哈。對啊。好，但係tomato已經開始溜皮嘅呢。對啊。火豬仔。哎，凍上人你停住，唔夠做唔得呢。不行哦，不行哦。你切開都要水，這，居然姐這樣拿下水。我來保護好。不用走啦，不會到嘛？嘿，等一下，你吼，你本那個曲蘭姐吼，自家你做啦，唔講門鬼響，水唔怕啦，你咪本啲強緊張啦，基於幾個想法有步驟有 tempo，好，等一下，準備哦，要接手咯，好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完笑，來，好，來幫我這邊來看啦，沙丁來做哈，好，我要來做嘛？哦，要切了哈。tomato有冇注意冇哈？不是，剛剛洗米嘛，洗米切，洗米切的咯。它切得很好。可以搬走。我要講一下，你看美玲姐老牛鳳姐，佢用產業鋼琴真係懂好，你就按用細上來，然後給它慢慢搞，而且不光你去炒誒，外面的世界多精彩，你都用3年的世界動作。係啊。真嘅。好。牛鳳姐，做得好，不用搬走了，反正要出去有辦嘛哈。做得嘛？做得啦！老闆娘啊，先個預計那邊看一下。時間會到了。來，到貴鄉節咯，我專心切個時節吼，攞大家分享一下吼。誒，做嘛個今年吼，攞到節目熱情愛穿情侶裝咧。我沒有穿情侶裝，我很高興來，今天第一次來參加，就不曾出門來你們這個客家電視台，很高興。歡喜呀！哎，不過我常常看到這個大小姐電視上。今年吼，體質白看到吼，本人本性吼就馬個發吼，她本人比電視上還漂亮，還年輕。他的意思係電視上凍結哦。不是，他10分蜜上，他比較那個苗條，電視上他有時候那光線，電視上又好幾年了，你做好幾年。還有那月毛頭的嘛？還芒姜哦，芒姜。等一下，唔會放開嗎？他就廚師幫我。你買片咯。幾錢咁做的啦？幾錢咁做的？好，等一下。加油嘞！那個撈起來。而家他的私底下見到一個 T 拜就不愛，T 拜送節目就不愛。還好不是男人跟你這樣講。不會，你應該他公撈嘅。春娘分眾品他就他跟我，你的有主廚幫我。你要不要讓他用一下？為麼？唱起來聽說嘛。好，來，廚師幫我30秒，計時開始。
哎呦，调火就花了10秒。拜托，让来调一下蜜头，拜托，哎，这个3秒哦。昨天穷下看。还有冰糖，不用不用了，试一下蜜头哦。要吃哈。哎，你的就30秒哦。哦。最主要黑蜜头，让来吃一下，拜托一下，阿弥陀佛哦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都出来嘞，你乖乖哦。哦，线上该下就讲吼，调酒，哦哟，倒数了哦。蜜头。8、7、6。蜜头有吃吗？4、3、2、1。哎，怎么的？线上喽，知道。哎，公平。啊，等一下，还会干嘛？等一下，这个谁吃改点蜜头？时间差不多没了，所以。要蜜头要干嘛？改甜。等一下，不要讲话，要干嘛？干嘛干？再加一点点盐巴。再给我加一些羊味嘞。酱油跟盐巴一点点就好。还有羊丝嘞哦。对，不要加太多，你试味道，试够咸就好了，不要太咸哦。这样要放点。政府应该动降时间唔辣嘞，我的90秒还蛮容。还蛮给容，拜托。注意下。来。盐巴盐。哦，早点用厨师帮我。好。要用吗？要用吗？好，厨师帮我，90秒，计时开始。蛋放进去，还有那个葱跟那个虾仁。好，给我洗一洗。你们转到背面去，我都分不出来谁是谁了。好，那个头油用 Q 的，你看，我唔爱跳死到跳到崩溃了。嘿，头油比 Q 比它有味道，嘿，好出来。了解。雪玲师傅，等一下你再把这个倒进去。系啊。哦，等一下，好食睇係唔好食哦。好，全口腻了哦。好，倒數，還有時間。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好，等下你繼續走，該中味蠻熟。好。好。 30秒。兩位。好來了。該創的還是沒有熟呢。 兩片好嘞呢。好的，還蠻漂亮的耶。好的。東亞都到時間啲都完事嘞，存到3秒鐘嗎？他很注意小細節哦，還會擦邊邊。對啊，這個還可以。你看，完全不容疏忽哎。對。你看，你看，依家用到切切。完全用圓規劃的呢。好6、4、3、2、1。 時間到，等下就來吃看下都帶那個卡跟米西卡好食嘞。好，當今早哦，可以來迄個東家上嘅料理，也個토마토炒了，啊唔過呢，地度沒有也個西皮葡萄地度，一下呢就來品嘗看呐，都帶呢注意張係你太中鋪咧。冇問題，我試看。 先進來嘅風水開始而色嘍。哎，我一聽我講哈，你們的番茄的顏色比較漂亮。謝謝。哎呀，因為女主持人好漂亮。哎，你要什麼都是繞到這裡來，雖然講。雖然你聽起來蠻開心的。蠻開心的。又香，自然嘅香味。 这配饭很下饭。哎呦，来看看它红鬼向街讲哈，哎，这个菜哈，俩头菜哈，很配饭。对，浓茶饭哈。哎呀，对。可是呢，太甜吧。我们讲了这么多是航班来报名的参赛者会不会自己帶飯？對，這個拿飯咗。我來吃一下南水啊，豆皮啊，食無窮樣哦，嗬。哎呦，做嘛會食無窮樣？tomato 吼。為什麼？哎呀，做乜解？因為佢tomato炒下椒。哦，炒下椒係好還係唔好？對啊，tomato 本來就要給它炒久，對，紅素跑出來啊。 是嗎？哦，它對那個色布線很好。所以 tomato 會炒椒，還係唔會炒長椒？來茄紅素長會出來啊！茄紅素長會出來啊！它茄紅素長會出來。又忘記吃到咧。主要有它淡啲咧，有些有它甜啲咧。對啊。好，加點時間，按緊鐘，剛剛呢踢館係1比1平數，上下來呢就先搶7師傅搶分數。噔噔噔噔！哎呦！ 好，韓日劉師傅搶分數，噔噔噔噔！哎呦，哎呦，都
恭喜恭喜恭喜哦！哎呦，哇，今天第一次笑呢。你怎么可以一直当队？当队录音架咯？无啦，爱动好归向街啦，嘿，讲笑。上东比海几师傅。其实我讲，你两片做了动好啦，不过你位会该切红薯抹炒出来，抹好风，佢的甜係從對個湯嘅出來會甜，啊你位嘅甜係토마토出來會甜，誒你有嘛佢嘅蝦講下嫩，比較軟，啊你係蝦講下硬一絲咧，所以用啊這個兩嘿。我劉師傅感覺咧，感覺未到七師傅差唔多啦。不過兩盤的茄紅素又炒出來，兩盤的毛，兩盤的토마토係一啲啲硬香嘅，因為兩下토마토一啲啲會硬香。炒咖嘿，所以講佢嘅兩下係整於係湯平多一啲啲咧啦，嘿，兩碗多，嘿，好，冇想到呢，竟然一個按接上都不卡斯哩多一個토마토炒落，就本出根本一個素樣誒，我唔怕，三下輪你要先來頒獎咯。哎呦，來啦！恭喜恭喜！恭喜哦，来到烂水哈，我们这个情侣姐妹档哈，情侣装的姐妹档，哎呦，你又笑了第二遍。哇！你真笑，你这个感情运动哦。暗笑呀，你个运动队。两个上千 Q 的嫁彩金哦，莫拿去嫁彩哈，拿去再买一件情侣装。好，恭喜！嘉丽，没得到一個非常好用嘅料理喎，送俾你哋。恭喜，謝謝，恭喜。今日來到節目當中啊，先來訪問一下馮主任，因為今日媽媽沒有來到現場，對不對？而且媽媽來嘛，而且後援會好多人哦，搞到呢，來呀，他們全家。我看200個來報名啊，係啊，來搞嘛，係咪要看到你哦？我看到你哦。不是，太子係嘛？三姊妹哦，係啦，2姊妹。天意阿姊，嗰個又係哥哥，四個，嗰個你係 PT 幾度嘅？最小。最細嘅，嗰個又係表姐。好，今日叫下來加油嗬，加看見用比賽會緊張冇？很緊張，看200個人來報名好冇？熱情哦！你是我叫嘅係冇？唔係叫啦。好啦，呢邊嘅仲上什麼嘢就會卡叫下來就鬧嘢。不過我要聽一下，有放棄講一下100來參加嘅心得好冇？除了緊張還是緊張啦。你係會緊張好？你係唔會咧？哦。自己講佢所講嘅啊。好啦，看200個就得走來了哈。體驗一下，對不對？今年哈是就小200哈，咪動緊張嘅貴陽節咯。誒，今年來參加嘅競選心得感想係嘛嘅？你是人多帥，唔是來填習，聊採訪填習台，根本本來都學習，謝謝製作人的辛苦。謝謝製作人，你們啊，主持人、製作人啊，真的有那個機會，真的謝謝安子謝。首先哈，假使哈你。哥哥、姐姐、爸爸、妹妹、弟弟，哦，全副下嘅人哦，對做菜有興趣、有信心，全做得來報名參加咯。唔錯，你家資助不要太遲，叫下來報名，下200再見。